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说讲台语》，我是爱德华，我是张牧师，平安。平安。牧师，咱直接要来读一个，这是淡薄仔算第一篇小说，但是是真实的故事。这真实的故事，伊是出自一本册，或者《女界名人女界名人》，这已经是写法了，就是讲，女性真有名的人。真有名人是对宣教的这个角度去看，所以就收集一寡早期宣教书，超100年前来咱遮亚洲遮宣道的，伊甲收集起来，收集的人是一个或者其实两个啦，文安甲万金珠，这牧师介绍啦，这因是上早来台湾的宣教书女性的嘛，我看我先看我写的资料吼，牧师要补充的无？就是讲李修是真早来，比马介较早的，更较早。伊是李修牧师是南台湾英国长老教会第2个宣教师啦吼。第一个是孟雅国是医生。第2个是身份是牧师，是李修牧师。李修牧师伊做迄个甲伊牧师娘来甲台湾。李修牧师工作一段时阵，身躯是拢规拢拍歹的，着马拉利亚迄落，到尾真中到死安尼。要死的是也真少年讲台湾的这女子吼，拢无受教育为了这个代志安尼足烦恼。伊死了后，牧师娘是拢关的嘛，继续搁留伫台湾。所以台湾的头一个女宣教师，照讲第一个是李修牧师娘。咱足济伊来啥？咱足久拢毋知影伊的名。咱较知影，咱台湾人都习惯了，拢叫李修牧师娘。伊后来伫台湾嘛，伊献一笔钱，差不多是伊存的钱的全部。伊身体是挡袂牢，他佫转去英国。这笔钱留伫台湾，就起后来中英女中的第一批的校舍。但是我是看做了知影讲，这中有一段时间断去啊，因为战争就来啊，侵华战争。对啊，所以英国中国教会迄时嘛毋知影要接受个派来无？因为你人咧想这时间就短，敢若嘛无啥物成果。咱等下这故事就甲这有关系，就是讲，台湾即马你安怎看拢是宣告真成功的一个所在。北部成功，南部也成功，所以咱即马看起来就水，就是讲无几派的人。但是伊迄阵是拢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个人来，两个人来尔，佮拄着战争，看根本就无啥物希望啊。但是你来想即个伊来沙这个牧师娘，伊愿意甲钱留咱遮，是真大迄个，你知道？伊留迄笔钱是迄个时阵去中英中学，迄个校舍所有的钱，都留迄笔钱。我讲伊真大信心啊！伊带伊迄个囡仔转去。战争了，英国佮决定讲要继续派人来，就是文安甲自由安，就是写这本册的人。对。咱拢叫姑娘还是无结婚？迄是咱的习惯，咱无结婚咱拢叫姑娘。对啊，这是1885年的时阵，你即嘛够远了吧？伊拢先学台语，才开始教册。人因拢教台语学1年尔，就会使教。咱即摆囡仔学要几步也袂晓讲啊。我感觉迄有迄个怎样讲？可能因内底就冇见过嘛，过来是讲因有真强的意志，就意志要做工课啊。这跟咱这。当时种凊彩趣味也无共款的，所以这好好的开始有学生入来啊，迄阵个有报告转去嘛，就是敢若拢大家大做伙啊，这姑娘加囡仔，第一届到18个，对，其实想起来嘛，袂少人啊，大家愿意来，主要是讲你想迄阵台湾人根本女性是无可能受到教育的，女性有啦，有少数人会受教育，迄教育是啥物？因爸爸若好个人，伊有可能受教育。不过
受教育较早12岁、13岁就上免读啊。后摆恁囝写批来，简单，要甲伊讨偌摕钱，看有数无看有得啊。啊，你学什么？三从四德。这不是这些，迄都不是知识啊。迄都不是讲才艺啦、语文啦、历史、地理。相夫教子。相夫教子，迄都你叫你去做男性的另外一个附属品啊。个白卡愈好呀，愈爱白卡。想我都卖出门啊。所以。以这个时代来讲，一个要件来讲，你要入来就袂使白卡，袂使白卡。我做迄是台湾历史上，迄是解放呢，解放是哪呢？讨棒呢？这是外表甲内心的讲这个时阵在讨棒，所以这1885年，真有够久。但要个是清朝是，但你即摆想嘛，足紧诶，80年来台湾就变安尼啊。那你已经选择女性做总统。而且特殊的是讲啊，我看嘛，感觉真趣味。对，伊有开学典礼，典礼，这个文姑娘是朱麒麟，朱姑娘是大风琴，巴克的正德，甘伟林有上一雷米。伊是上西经，但是咱较不爱上西经，但是基督教无差。巴克勒上伊个罗马里的迄个圣经，这有影黄金阵容呢，你爱想，这种未来拢影响台湾真多。但是特别讲咱讲遮尔济，咱要介绍过巴克勒，嘛要介绍过甘伟林。但是这两个姑娘啊，咱到今嘛的较侪时间来讲，实在是伊嘛付出真济啦。特别是对女性教育，迄阵叫查甫来教，嘛无啥方便啦。对啦，对啦。所以北部这边就是马家太太，嘛有一寡宣教士冇来，但南部更加早，即阵马家也未来咧，来啊吗？未。文安主要安的是已经来啊。对，因为马家有拄着离休嘛。马家拄着离休，你个带伊去什么行去讲这以南。是阮诶，以北是高恁安尼，这我印象，这就超越时代的。像拄我是讲，一般就算讲，迄阵台湾还是讲全国，因为伫女性教育拢是三从四德啦。对。但伊遮都有写讲，迄阵都有啥物甲啥物圣经这边讲嘛，背圣经啦，写字啦，个算术、算术啦，都等于有数。即嘛讲较伟大的数学啦，地理啊，啥迄个写字啦，个有做这个教育啦，恰梅啊啦，恰衫啦，这款的啦，这个教育啦。实在是不。这已经是历史的开头啊。系啊，应该是。但是这故事实在够好诶，我伊规本我。就讲加读几篇第一篇我就感动诶，所以我就想讲咱来甲读完好。因为这故事本身就真好，咱就无啥，就桂林讲我会补充啦。但是先讲者就讲朱姑娘啊，伊1918年经过的台湾变日本安尼退休转去，在台湾33年，无简单。文姑娘1925年转去。台湾40年，对啊，因其实中国请一个万金珠来，万金珠，伊来倒骹手，伊是死在台南，伊在台南45年咧，无简单，这人拢一世人无嫁怎奉献了这个工课啊？对啊，讲这个就感动啊！但是咧，读这故事就变讲是。对遮诶姑娘有真大影响，因为特别是女性诶宣教士，因所经历诶代志。你看第8就已经真惊人啊！以后这为主尽忠拼命就是讲拼命诶意思啦，拼命啊，做拼命，咱你个出现，所以大家记得拼命就是拼命意思啦。好，我是要上面先讲诶吼。我感觉这宣教士不管男性女性莫讲伫宗教上，伫基督教这方面的影响，这都大家拢知影免讲。其实大家人拢忽略因对台湾的文化、对台湾的迄款迄个歹习惯啦，讲迄个歹文化
因拢是带头去反对的人。比如讲，你伫如何迄个招生简章顶头讲，恁要来台湾，阮欢迎，但是唯一条件就是袂使甲白卡。啊，这是100多年前安尼话，迄阵大家感觉白卡足自然。对啊，无一定叫用蛋酒头。安尼会使安尼，迄白卡是做牛呢，无白卡是做干的，查某干呢，咱的宣教师做这，你讲。男性嘛是啊，我咧想讲一个小故事，大概毋知哦。马偕学生无留增加，无留增加有啥伟大？迄阵咧人拢留增加，拍拳头人才无留增加。这是毋知啥物款的美感，阮叫人来去留增加。有啊，迄阵啊，即嘛冇人迄防小人。像像马偕就甲因讲做卫生啊。妈叫因虫做较大诶咧，互光线当入来。灶迄倒布揉洗清气。这安尼看起来敢若小代志哦。这个讲公共卫生呢，这是我讲较早想讲，这拢是改变咱诶观念呢。因实在是位较先进诶所在啦，因为已经改革过，工业改革相当方便。但就是安尼，你就是当然个想讲，因离开安尼遮尔。我算讲，遮安全啊，遮尔数学日子无过，走来台湾。但这拄好我讲去迄个活动嘛，在想这样代志，但是一方面来讲，这上好做伟大，但咱有告诉你嘛感想，你嘛感觉来讲，迄奇怪，咱台湾敢若就是毋知哪北部南部拢算成功呢，其他所在其实拢失败呢。嘛，毋是讲遐宣教书较无好啊，像话。这个是我咧想，我要讲的就讲，我嘛爱感谢咱的信用的前辈，知道吗？这遐所在，虽然讲咱嘛是甲蛋石头啊啥，总是有真大阵人，尾也有接受啦。嘛，咱嘛对这社会改变过来，毋知是因为咱拄好经过被日本个变尾啊国家。真侪代志，这过程啊，相当。这我感觉嘛是一个真趣味的方向啦。你安尼想就知啊。因为咱今仔读你就知。伊这个故事是要去西藏。对啊。西藏的人敢若嘛袂歹，对不对？但是都传袂入去。对，咱直接听这故事好啊。这实在写了有够好诶好。咱无事先读了。第一章。60多年前，有一个查某囡仔出世伫加拿大国，伊姓加，名苏西。囡仔真聪明，已经对附属出业。聪明是讲真巧啦，真聪明。较早聪明，拢读做聪明。这个加拿大的女性真巧，就入女医学所定着的意思。是要用伊的才调来帮助艰苦着病的人，不过毋爱带加拿大，因为看本国较有医生看护付。伊的心所爱是要去外邦，在济位拢无设医馆，也无半人捌耶稣。对，就讲这个女性真好读册，嘛读个医生。照你讲的，加拿大应该是做袂歹的，种有贡献。但是伊就真早就决定讲，伊要去外国。遐人无医生嘛，无人捌彼得信用。拄迄时有一个荷兰国的人姓来到加拿大，伊已经捌去中国的北头，看伫遐无啥物人伫服侍真的主。伊有甲家姑娘相捌，在姑娘有动心一意，无偌久就甲伊定亲，爱做伙去较远的所在。家姑娘豆豆在念西藏国，讲伊明日在想，遐的百姓拢无机会通听道理来信耶稣，因为德国的门是那亲像关密，国法也真严，毋准外围的人。
过因的地界。对，一个人嘛，无法度出发啦。你若想讲，迄阵马街要做第一个宣告书的时阵，就真侪人反对嘛。所以伊即个伊嘛毋是官方派出去的，伊是拄着即个荷兰人，伊捌去过中国北平，伊对宣教有热情，所以两个变成敢独立的迄个宣教师，就两个人做伙去要去西藏，而且是叫做西藏国，因为一段时间是甲这世界完全拆开的，外国人是袂使入去的，因着只想要去，要做第头两个就对了。甲姑娘却不知知影，因若要去遐，自然有风险之地。不过听到主的声在调伊，就哪欢喜去。所望是会得通用伊做医生的才能，通开路，看后来会得通入西藏的地界来传道理。因为国家其实跟台湾就像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拢是医疗宣告，这大家较法度接受。伊的朋友听到伊要去西藏，大家拍算伊是狂，狂就是敢起笑啊，是讲对，就劝伊的确毋通去，宁可着等到英国有拍开迄个国，也有兵通保护伊。甲医生因讲，耶稣毋捌教伊的学生着听候，反正教因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。故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，耶稣的学生应该着甘愿为着伊来放杀因的性命。西藏真正是黑暗的世界。讲真好，就是伊有引用这耶稣讲的这个啊，但只你听你刚刚敢若想过伊的激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遐个人可能也嘛有道理啊，因为即摆遐无开放啊，等到英国愈来愈大，世界四国拢去啊嘛，有啥物领事馆啊啥，早晚年遐嘛有嘛，因为以前含迄个清宫嘛是禁止嘛，后来就拢开放啊，迄阵若有军队踮遐你嘛较安全啦，但是伊的等袂赴啦，伊就讲耶稣无叫你等。西藏真正是黑暗的世界，着报因知有真的光就是耶稣。来先生甲家姑娘合婚了，拢无缘钱，连边起身要升起钱呐，若是因的心不知往伫北头，爱紧到西藏的地界。大家毋知听出吉娜是倒位无？China， 对咧，以前想要叫因吉娜，那个日本人嘛做叫吉娜，因即马对吉娜这叫吉娜因做反对。但是迄个时代就安尼叫你看一下，你就知影讲，咱的认定伊跟咱无什么关系，这另外一个国家，所以种嘛是家己一个国家迄个感觉。对遮看出来，迄是西藏甲吉娜的国家。对啊，拢是分开的哦，那个三个国家，继续。到了就去踮伫一个庄舍，名叫罗沙。伫庄内有中国人，也有西藏的百姓，住伫因的中间，未免得看入因，拢未捌真的道理。西藏的人也拢毋捌辩证的理气。因的本地先生所用的方法是较生疏。若是人去什么镜头，因就直直拍鼓，互伊困袂落眠。风听的边，本地先生就用针插伊的手，还是肩头。因也真爱食本地药丸，迄号药丸是甲圣人的骨肤三条河。对安尼，若着边的。因真受苦，所以伊种一寡描写啦，但我伫读这时，我来看一寡边仔出来讲，有当时因这，譬如讲你若读过早期天主教去选日本的时阵，因为甲日本讲啊正浓厚的，有淡薄啊，咱就讲歧视的感觉，比如讲你伊的语言诚歹听啊，物件诚歹食，即个
但到这个时代，这手机来说，已经有，我感觉算讲较真实去写，较无迄个人的感情，就在内底。但伊遮就是嘛是会讲，就讲迄个时阵，这个所在是边仔的城，佮无法度入去到真正的西藏。但是就是有迄个中国人城踮遐，算一个交流的所在啦。物件交换啥，伊就看着讲西藏甲遐个人迄个对医学的知识，佮留咧过去啦。譬如讲破病的拍鼓啊，计食什么性能的迄个骨头的骨枯安尼个，咱这会互你食。用针淡仔插，这更是针灸，这不一定好啊。但是伊一定拢是安尼，只是讲以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看，这有真济会使做的代志。但我要讲的就是讲，这加减你有心内可能感觉讲，你今仔看袂起这个所在，但我感觉伊毋是迄个意思，迄种写法就是安尼。踮伫罗沙无偌久，有起交战的事，边界的百姓毋肯互中国管。就反叛，大家扣分烧台，双平真残忍，满世界有烧装声，就害死因的人，无分别查甫查某。多咱的百姓真济入罗沙，地到装声顶密密，逐所在真暗淡，也无好水通啉，快起瘟疫。来先生甲先生娘打真无用，不时分药看病，连一个西藏的喇嘛，捌请来先生娘去看伊的孙，喇嘛是西藏的和尚，喇嘛伫遐释教真有势力，真侪人死，受伤的也暂然济。伊在迄个时阵啊，因为迄个边界嘛，就有迄个听讲，我就嘛看资料啦，嘛有穆斯林，嘛有中国的，嘛有迄个西藏的，所以有淡薄宗教迄个冲突的，迄个种种嘛无啥共款，反正有发生战争，因多淡薄的真侪人需要因帮忙，所以因为即个战争，的真侪人知影。因两个医生谈遐啦，嘛的确较有效，有诶物件实在是西医较紧啦。你有感染啥可能爱毒啊啥啦，比你拍鼓绝对是较有效啦。老实讲，这毋是讲会记，但是的确是安尼啦。但是这有中有一项代志的，迄阵听讲，伊诶日记内底有写，人家无写，讲有一个人对伊较无了解诶部分是讲，像这喇嘛来找因嘛。某迄个穆斯林来找因嘛，伊拢甲医，但是遮人会讲你哪会使医对方啦？因一直要叫因徛边的对，但是伊心内是讲阮就是基督徒，第一是讲无本，第二是讲阮其实本来就甲恁的宗教嘛无啥物共款，阮是尊重啦，伊个感觉，但遮个跳过了，但即嘛就讲故事啦，有一个囡仔来啊，有一个细汉囡仔。互人抱来先生娘的面前，伫伊的身躯有16位互剑斩着，险死。来先生娘就可能小心照顾伊较好。过一摆，边界的兵甲中国兵出阵，拍死的真济，受伤的关伫这啊间厝。真艰苦，因为拢无好的空气，也无一人人民顾因。来先生甲先生娘去因所店的所在，先生娘连边设法甲伊手术，伫遐有看病症6月日久，无嫌着磨，直直顾病人，煞讲道理互因听。呀，这的有影因为都出来着了，病人突然足济啦，有一个机会会使宣告了。第2章，遐久因两个拢无接到亲人的批，
也毋捌見着外國人誒面，逐日因誒心也真有受苦，看雙邊遮殘忍來款待因誒對敵，但即時真正有得到遐誒百姓誒疼痛，因為看因兩人遮歡喜為着因克己賠命，毋若救因誒肉體，煞報用真誒道理互因聽。閣一個喇嘛甲因做朋友，捌一擺拄着內面無車用誒人，伊就本身掃地，甲因兄滾水，前攏毋捌聽着有聖人甘願做即號較下賤誒工。這嘛要補充一下，就是你若知影迄個藏傳佛教，這喇嘛是免做代志，因着有誒敢若是活佛，伊講有一個城有幾啊百個活佛，所以就是講邊仔人愛甲服侍嘿，所以伊即馬有看着講這兩個人踮遐救遮濟人，結果家己閣愛做遮爾濟代志，伊看袂啥落，所以含這個喇嘛受着感動，把去甲到把拼頭骹安尼。所以這是已經是一個我感覺真了不起的代志啊！有一半擺甲因食茶，迄時照西藏的風俗，毋捌用水洗碗撇，逐個用紙來錢到清氣就好。就是用迄個喙紙，甲迄個杯仔啥甲錢就好。新西娘真毋管事，較慢就斟酌來洗。但這要講的就是講。這本來是家己寫嘅，伊講有盡量莫去互人感覺講我看袂起你迄個感覺。伊在面前伊嘛無講摕去洗啊，講你做垃圾嘅。伊是等伊離開了後，伊來慢慢伊個教伊慣習方法，該處理就對了。我感覺這嘛是因算講有疼心啦。嘿，這。但像我一個講，我感覺因來宣告，伊嘛是足認真誒啊，你知道無？就是講，甲咱台灣遮誒，所以伊嘛是共款，伊嘛足有疼心誒啦。當已經得到太平誒了後，當家地方誒時代，要緊找人特別請因着搬佇因誒城來開藥房，再看病症，來先生甲先生娘真歡喜去。因為迄所在拄好是西藏的地界，也常常有人出入，就因的機會真在好，通講道理，互濟行路的人聽。所看的願望就是先生娘醫病的名聲，若保養佇國內，則會開路，通過西藏的交界。所以即嘛，伊開始有名，因着有人邀請伊去更較挖，東家這個所在，更較挖迄個西藏誒所在，因着會使去遐開醫館，真濟西方人有遐出來嘛，所以就有這個機會，無一定佫會使真正就去到拉薩，所以即嘛看起來是有一個真好誒機會啊，因着隨時就搬去，因踮佇東家誒時，上帝賞賜因一個後生報名做查理 Charlie 啦，Charles 啊，Charlie 攏是，這小明跟那個，OK，這個細囝果然有感化百姓的心，大家真疼伊，也有叫一個本地囡仔鬥抱，若有人客來，就久久徛地，直直上囡仔。最奇怪，伊個面遐白。我看下感覺真趣味，因為一個新的宣告方式，就是囡仔宣告，因為囡仔傷古水，大家攏要來看這個囡仔，講哎喲，那會遮白哦，這跟我無共款。照西藏的風俗，嬰仔毋捌用水洗，簡單將牛奶油抹身軀，所以看查理的老母，甲伊下佇一桶燒水，大家驚嚇，拍算的確會害伊的性命。
对，伊即嘛讲者迄个方向不共款。西藏的囡仔是毋免洗身躯的，伊抹油就好啊。啊，迄个迄个加拿大人都嘛爱洗嘛，所以伊嘛来看伊洗囡仔，就讲哎哟，你个还好死，对，这有一个文化的差别。对啊，这真趣味。有时来先生甲先生娘捌去出外，迄碟是带伫布边内，侪侪人围来看。逐日车里洗浴的时，因为着透风，就放布边的门，总是西藏的人男妇老幼真爱要看英国的囡仔伫桶仔内欢喜泡水佚佗，就掀布边的门，才徛伫金金上，连连讲：哇，囡仔白咧咧，呾看咧，伊要做一个甲伊下伫水里，呾会死啊！写书无用牛奶油抹伊的身躯，爸母甲囡仔安尼踮伫百姓的中间，实在有避万路，互耶稣的道理若开阔。对啊，尾啊，伊像咱谈台湾时啊，什么起来讲什么，上帝囡仔放弃哦，或者唱什么圣诗啊，因为因就是门开诶，洗囡仔袂使，一地方都紧围过来，围过来哈，就是用这款办法啦。讲哦，这囡仔要死啊，对对，这我感觉这小孩真趣味。因两人踮伫当家诶时，定定地参详因所着行诶事，来正上帝诶旨意。先生娘住伫迄城内，却较看我，伊所疼诶囝也有侪侪朋友。大少年伊替因尽出力来打点因诶鼻疼。就讲因等下慢慢稳定落来啦。啊遐嘛真爱讲有一对医生谈食。对，迄个所在其实若是讲伊袂歹，只是讲伊毋是西藏。总是因袂放心，袂免得想西藏诶百姓。班外人不时戆戆念一句讲：嗡嘛呢叭呢吽，嗡嘛呢叭呢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哦，这开始对，就是有一派是感觉讲一直念经就会使啦。西藏就是读迄句啦。无一个知影迄个意思，简单上经若定。如故如有功劳，所求也对未捌的上帝。因当已经议定，车里若较大汉，就要过地界来入西藏。大五望伫行路的时，有机会通医好鼻疼，本圣经，煞找到好救济的所在。伊就讲，伊一定爱入去啦。啊，即嘛虽然伊稳定啊，伊嘛感觉讲囡仔若更较大，伊就想办法买入去，其实是袂使啦。但伊感觉讲，伫过程内可能做医生啥，啊，伊已经有以下遮侪人啊，有啥物上帝庇办道路啊啥，这想起来嘛，跟早期啥物去找原住民啊啥。嘛，差不多意思啦，因为伊嘛是无爱入去嘛，总是有爱行出去都有机会。头一个去中国Mauritius咧，伊起头袂当住广州城，所以伊拢去住着迄马口啊，拢伫澳门啊。哦，对，早期是安尼。迄早期伊就是拢伫马口遐做工课啊。对啊，但是应该讲，迄个年代出来，大家拢真认真啦。18、19世纪诶时，迄阵有一个大宣教时期啦。迄阵发一个口号，就是讲，耶稣基督福音传遍全世界。啊，所以这拢是这个大运动下面诶一部分啊。对，有影是精锐进出的那个，精锐进出，毋是怎样讲？安尼讲，敢若批评天主教，但是伊毋是去互排出去啦。因拢自愿啊，拢是。
医生啥拢有一寡材料讲，阮有机会安尼开路啦，毋免等甲讲英国甲拍落来时阵，像这你就听得出来啊，正经的时候嘛无离开啊，啊个生一个囡仔，用各种方法，希望讲大家会使听到福音啦。查理拄要多谢迄碟，但是多谢什么意思？就是多谢的周岁啊，周岁嘛。查理拄要多谢迄碟，伊的爸母决意要搁起身行，因却无拍算头前迄条路要连累着什么危险艰苦的意思，逐项是一真交代上帝。答应着赶紧款行李，无论逐项的药，还是牛奶以及下囡仔所食的米，拢着被叛变。又搁应该着买几啊只马，互因骑，煞带因的行李，因着有一两张布片，以及真济领被毯啊。因为所要过的关山有霜雪非常的寒，查理看遐尼闹热，有济人伫城里看买，甲因所爱买的物件，伊就哪欢喜，直直开声甲因佚佗，落尾有备办衣裳，因为会得到报头风，迄时若无穿真少是挡袂牢。查理也有一丝甲鞋以及所伫的帽仔，全是皮做，免得伊干了过头。这爱讲者就是西藏是真悬的所在，4000公尺以上的，基本的哦，所以嘛有迄个悬以外，佫有高山症的问题啦。对了，这空气稀薄哈。对啊，我最近去迄个爬迄个嘉明湖，讲迄个算高地啊。如果讲2500的爱注意啊。我大家住3天，第一天嘛是种头晕心心，嘛真侪故事就是什么本来咧走马拉松诶，去顶头嘛，无吸无空气，所以遐拢有准备氧气瓶，因为大家人反应无啥共款。即是讲因听起准备足招备诶啦，佮有马啊，佮有迄个布片啊，囡仔嘛有什么全身拢是迄个皮，到落尾日带因的行李下尾，互人牵去行。先生娘对因所踮的厝出来，就要甲遐个朋友相识，大家审问。有真济送因到城门，中间一个抱查理到遐，真正毋敢三离开。因三人所行的路，有时过关山，有时拄着透风落雪的艰苦，有时夜捌规日踮伫西藏人所搭布边的所在，伫遐看因的病人也讲道理互因听。经过荒山旷野的时，捌看人的身躯，若是行路的时，着病来死。先生娘，身躯就是尸体啦，就讲被算上边仔就已经有迄个倒伫遐翘起。假是行路的时，着病来死。先生娘看了寥寥啊눈泪。눈内就是惊得小可带着，搁较知影是路星，应该毋捌路星什么意思？应该是我查无这无好行的路，应该是无好行的路啦。应该毋捌有外国人对遐去，总是查理真有安慰因的心，伊拢无惊，不时欢喜，真活动。将因同的面孔直直拍到夜深，就拜落眠。到6月30日，查理拄则渡济，所以迄日休困也有送因的同伴，逐人一项物件做纪念。先生娘用米粉、糖、葡萄、
做饼来烧，煞请一个喇嘛来甲因食，通到老热。这算一回的时阵吧？对，一回的时，都有一个生日 party 的对。对啦，虽然在高山，伊嘛是有迄个；虽然在关山，伊嘛是有迄个煮，那个是烘饼啊，西方的迄款饼啦，派迄款的物件。啊嘛喇嘛来迄个到老热。迄碟无拍算，无通过一摆，甲查理做生日。哎呀，我看了才错一条。第三章，我说你看先，你有错一条。就是讲的上尾一届生日的。第三章，即时了后有诶路那冷清，风如透如悬，查理伫发喙齿。悠远不时笑笑，拄伫过溪，虽然溪水真凶，地教是大人较惊，毋过伊看遐侪人伫撩水，就笑嘻嘻，掠做真好佚佗的事。较常查理互老爸抱，不过伊若爱困，老母就将枕头甲毯仔，若亲像皮瓣收，通包伊搁较烧。有一日到下昏时，查理伫困，伊诶老母犹原要设法好势，不然袂免得金金上帝，因为看伊所真疼诶囝已经变色，若亲像毋知人诶款式。前一时仔久，伊好好欢喜出声，但看伊安尼风险，心肝要憋开，伊叫因丈夫赶紧摕药来，望囡仔的手是冷吱吱，就连边用法度要互伊喘气。害啦，但爸父无采工，所大保守的细囝已经死啦。伊的身躯未堪得关山的乌寒，伊无破病，简单气力无个醒，实在是主耶稣接纳伊伫天堂，爸母真惨切。对，这个讲得好啊，所以就要来交起啊。我看是高山伤冷了，应该，但是你若有只听伊讲，实在是做毋甘的啦。就讲最近啊，因为迄时阵宣告大家拢来看，啊嘛，这过程内底拢互大家安慰啊，因为就带伊遮远的所在，伊嘛无感觉啥拢快快乐乐啊，啊笑笑啊，他妈共汤啊，其实想起来那是遮，怎讲？这互人真迄个，我说即嘛，我孙仔应该够感觉。我，因为阮的孙仔他甲伊差不多嘛，以前他9个月、10个月，爱肚子才差2个月。对啊，所以伊咧讲动作拢差不多，拢安尼，所以我一读拢迄个阮那个孙的影像。对啊，就过水对毋对啊？对啊，那啊无过程嘛就无聊。但有一个囡仔男遐的过得真老累，哎呀，无你哪会去邀请人来食饼啊？是啊，但总是这个时阵，伊就看伊足紧的啦，无啥物痛苦的，的困的的走啊，啊，伊遮就讲，就去互伊的，就基督接纳，爸母真惨切，忽然间拄着想无够的艰苦，要顾毋敢摇疑，知影上帝是因的大老爸。照圣经所记载讲，因为主所听的就警戒伊，两人才跪落去，迫切求上帝，互因拿好胆做勇壮来干净伊的命。所以伊嘛是无回头啦，佮继续去了。李秀牧师，一个囝嘛死伫台湾。对啊，你就知影讲，安尼想起来，有这个故事，你会想着讲，咱早期的宣教师嘛，牺牲足大啊。系啊，但是因为咱讲一句尔啦，
无注意就讲伊这过程你想起来安尼的，互你感觉真疼心啦。对啦。呾将款药的箱啊拼空空来做观察，老母就将白衫来包身尸。伫斗药的本地囡仔，也挽山泥的花，下伫婴仔的手呢，伫路边开血，还未落空。老爸就用西装的枪口读圣经祈祷。后来爸母过一摆立约讲，若上帝大帮赞，因就要伫加拿大找一个通替伊的囝到西藏做主的工。代志呾做明白，来先是真小心扶伊的负责人，佮骑马就大家落山，因日日伫行。有时伫新闻的中间，避免得欢喜，因为有远近的百姓提钱爱买圣经，也有机会通保养道理。总是路途若危险，有一日拄着贼来抢因的布片，甲所有的只有留一只马若定。呾到即时，因却知影上帝的好意思，较早接纳因的细囝，是要拯救伊离开世间的艰苦，心则受安慰。因拄要到，我讲遮样真好笑吼，就是讲因买啊，有段时间袂歹，是有人来个买圣经。但是佫有拄着贼，物件拢收了去。啊，其实佫我等看描写有发生佫较无好诶代志，就是讲毛去人拍啥，因为有反抗，有枪啊啥，反正有受伤啦。所以物件拢收了去。记住会想讲，可能家在囡仔无得，若无迄个毋知囡仔去互安怎无？对啊，总是。困去就走啊，嘛好好啊，甲安葬对，对啊，但是过来差不多要结束啊啦。因拄要到溪边，迄暝懵困伫涂骹，到明仔载来先生郭不将就收过，看伫迄边有通买布片，煞得到一两只马。一早起，来先生将一门枪交代先生娘，互伊提防野兽，请伊安心。才举拐啊起行，一摆甲伊握手，伊的负责人紧紧相依，到看袂着，一日直等伊倒来到要暗，就哪惊吓，一点也看嫌几若只。好佳在，好佳在，嫌无我来加伊，已经暗，因简单一只马就伏伫伊身边，暝是真寒，也毋敢困去。明仔载规日也是安尼伫瞭望，看通过听到丈夫的声，就想到非公心。论到迄日的凄惨，伊捌对一个朋友做干净讲，若毋是上帝保庇扶持，互我知伊无要放杀我，我就当袂起。所以这就是因为因物件拢有手了去嘛，要去继续进程，但是佫有拄着一个真大的河流，伊无物件过，无准啥，先生就讲无法先收过去，看会使迄边帮忙啊，转来甲找，就请老伊买老伊，但是都无个转来，嘛尾啊嘛无找着，想着应该是去用抢劫的啥咯，又过一暝未困定，若切伊求助指示伊的路，
早头伊定着要离开迄所在，不过着行对倒位，大声想要缀伊诶丈夫诶骹步，甲伊三甲四，拢是上帝毋准，伊也袂免得想着伫祖家有侪人替伊祈祷，煞因无爱听因诶消息，又搁伊毋敢袂记得伊所立诶约，要开路互西藏诶百姓通捌耶稣。他已经交代伊本身着做成迄个事，所以对遐拔头要倒转去，意思是要找几若人通甲伊过来带西藏传教。迄日暗就到西藏人大埔边诶所在，中间一个山洞，求一个好心诶人通带伊出西藏，因简单骗你，煞计无要害伊诶性命，通抢伊所有诶。伊迄个时阵，伊诶先生就无转来，伊嘛知影可能嘛去啊啦，伊就切心讲好，无法度转去，佫有机会再找更较侪人来，但是伊转去嘛无路啊，尾也是找着西藏人，住喺棚坑内底，但是这人敢嘛要甲抢啦，嘛要对伊做什么代志？像我土匪啊，而且加在伊有枪啦，所以你就知影这偌恐怖。第3年伊拢无眠，几若摆遐个人来巡，看伊要醒醒无困，就惊伊诶枪毋敢活来。明仔载上帝大施恩开伊诶路。拄好有一个老人到遐，伊是对市仔来要甲西藏诶百姓做生意。伊听到来先生娘所列过诶事，大可能讲：你真正有拄着遮尔侪艰苦，打着安心。伊就甲伊行几若站，甲伊设法来领路票。排比逐项真好势，才甲伊3字。先生娘爱到大战路城，对，迄个时候就康定啦，尾也是算讲一个大城啦，已经出危险嘛啦。因为在伫遐有英国诶牧师甲牧师娘，落尾日伊行6坡路到真野县。入城内无人会认得伊是外国人，伊诶衫真惊人，也破烂。到牧师因兜，伫丢毒毋敢入内面，伊就出声来问：大牧师有伫咧无？两边有一人因伊讲有。大牧师看伊遐野懒，就紧紧带伊入来。牧师娘真欢喜接纳伊，专心款待，两边吩咐车用芳好米互伊食，煞备办所在通洗浴换衫，才伫安静诶房互伊休困，到伊较袂夜深，然后才听伊诶消息。甲遐诶朋友大，到性命较勇。才转去加拿大，到本国不时地笑脸西藏的百姓，所以尾也有机会转来到康定啦。康定毋是西藏，是青海的款。对就遐有英国的，因为迄就是等到英国有领事馆啊，啥，得去宣告的牧师啊，就较安全啦。到尾也个转来到加拿大，但是经过遮先生过身、囡仔过身的这代志，伊个一直笑脸讲，希望有机会使去西藏，所以的去演讲，这故事要留来就是的，变得较有名啦，嘛真这样的受到大大的感动啦，继续。已经较勇敢，就去做位的教会，伫拜堂讲起西藏的大欠客，真切意求
陪友就甲伊去遐传道理煞伊边，因听了真受感激，就提言到1908年7月，提言就是奉献，到1908年7月，有一个医生甲医生娘要去巴东，就是西藏一个庄社，真可惜，赖先生娘未得通听伊的心所爱，伊要起身的大生5月日前，伊离开世间，互主接纳伫天里，大地享受永远的快乐。所以这结局就是讲，伊等于加拿大，想要去，无成功，尾来翘去啊，但是后壁有人佫去啦，佫一对去，伊伫加拿大尾来又再佫有结婚生一个囡仔，真细汉的时阵就过身啦啦，但是伊这故事都留落来，即卖听起来，即卖大概在思考，讲，安尼到底有啥物意义？但是所以我感觉这篇特别爱看这个文案公写，为由伊来问这个问题，我感觉较实在是更较无共款，咱看伊感觉写。点彩有人看顶面所记载，较爱谣言讲，这两人兼毋是放遐角因的性命，宁可着那保惜。才会较久长做主的工，因白白着磨煞丧失性命，真无彩。特别我3个人拢翘去啊嘛，两个宣教师本来应该是真发展，一个囡仔，把他们遐就过身去啊，真拍算。伊若个留伫加拿大活好好，是毋使宣教较久？这我感觉真好问题啊。照人所拍算。耶稣伫世间一碟，互人掠去，定罪定伫十字架，是伊较输，对敌较赢。耶稣安尼死，果然有归伫空空嘛？真正毋是空空，伊本身捌讲，一粒麦无落伫地里来死，就有原是一粒哪定。死就结失济济，伊也煞讲，我若受举起离开地，就要引带众人就近我。伊这举起种叫人顶的是个压起来，迄个举起来。可见耶稣的学生，若为着伊放弃家己的性命来死，就会做活命的子。来结识姐姐，这个大生去阿非利加的传教士，从中真侪丧失性命，不过因的死做活命的子来结识。到现时，伫阿非利加甲其余的外国，侪位已经有说耶稣教、传道理、信主的人也算未了。论来先生甲先生娘所做的工，实在无空空。伫1908年，迄个医生甲医生娘替因去西藏，到1910年头一摆互会属西藏的百姓领洗礼入圣会。约翰伫启示录7章9节、10节、14、15節有記載講，這代志了後。我看見有規大群的人，無人會算伊的效益，出自逐國、逐族、逐號百姓、逐樣腔口的，徛佇座位的面前，穿白衫，手也張手機，大聲叫講：願拯救規地咱的上帝，就是坐座位的。甲羊羔，這會是對迄個大的患難出來的，捌佇羊羔的血洗因的衫到白白，所以因佇上帝的座位前，擱佇伊的殿
明日在伊。唔知，我感觉这超越了我对伊个真侪代志的看法。就是讲，虽然咱捌解说过，而且咱捌讲过真侪宣教师来台湾啦，有当时失败拢一句就讲过啊。什么我会记得罗家敏啊，真少年过身，讲了，咱拢想着讲尾啊人台笔啊，奉献偌济年安尼。有当时也袂记讲，其实过身迄开头诶，有影真艰苦。像这内底讲个囡仔，我听下就艰苦诶。但是伊这尾啊收尾去讲这，我感觉哇，这有影是慢慢，毋免甲同情啊，是讲因有做好因诶准备啊。对啦，这因本来就毋是一般人啦。你头拄咧讲罗家敏吼，若我无记毋对，罗家敏是孤囝咧。罗家敏家己一个走来台湾，死伫台湾，爸母嘛毋知，毋知朋友嘛毋知，毋知。偌久才会知，对啊。然后罗家敏去台南的基督教公墓。我讲咱清明的时扫咱家己的迄落，敢无少想罗家敏即款人？我一摆讲到讲安尼吼，一群人走去看罗家敏。但另外就讲，我感觉伊收了遮好呀，因为已经伫别个所在啊。对啦，伊迄奉献的迄个地位啊，程度拢毋是一般人做到啊。咋想这？对啊，这故事写得上好啊！我毋敢想再补充。但是我你个当想我写这个人，尾人台湾30几年啦。对啊，这实在介了不起。无如是你补充啊，我毋敢补充。对啊，咱来读经句。对啊，爱讲，你听我一句了，可能等一段时间，因为我出国了。我伫国外无一个所应该是要刷定什么所在，我一个转来了。但是大概就休困一下，那再个加听这个故事几遍了。这有影是咱真好的教示。马太福音13章33节，耶稣佫甲因讲一个譬喻，天国亲像家母，有一个妇人人摕去南地3斗米粉做伙炒，最后规个拢发起来。咱个读一摆。马太福音13章33节，耶稣佫甲因讲一个譬喻，天国亲像家母，有一个妇人人摕去下地3斗米粉做伙炒，最后规个拢发起来。